吼，你就会啉烧鸡什么？嘅，你阿明错嘛？唔好，嘅，你就去看福嘅。好，安子 C， 鸦片下。好，安子 C。哎呦，抽查抽东球。系啊，对南部。哦，啉烧酒也无个真金唔会差呢。嘅當然咯，所以你漂浮嘅人冇漂過去哦，我重新攞鴉片變數一百。哦，難怪。不過有一件事情係想要讓你來參詳一下，就係講我一下吼來到台北這條路啦。希望講吼也屋稅冇按貴啦。希望第一年呢做得少1000個元，第二年我爭補準了。13年。啲南鋪到台北打拼當辛苦吼，好啦，嘅就少1000塊，韓國吼嘅天一年，咩唔是補？哦，唔是補，你按吼按之按之先，跟我聽說會好好維持也補嘅槍利，嘅就睇好你哦。我老人講好多人起死嚟，喺講13年出嚟，但係也愛聽說懂食。無難，總唔得面嘅起死嚟，就是到講，我自家13年係清安全啊。也下嘅沙飛問題哦，係無分色咧，係有什麼嘅？錯啦，排泄氣我冇注意到啦。我想講。竟一搭俾有屬什麼？像嘅公車站、車面站、火車頭、便利商店、超級市場，還有嘅警察局。哦，有啦，因為我平常時都會坐公車、坐客運，嗰時候呢，家有去看一下嘅啦。嘅超級市場。望下，等下去看一下好。好，跟住就去附近看一下，給你下禮拜搶藥嘅時間再個見面。好，還有一件事情啊，就係希望吼也押金冇按貴啦。唔知押金幾多錢吼？押金一般來講就係200年，嘅下禮拜搶藥嘅時間，你就圖幾隻月嘅屋稅搶下半個就做得。好，安尼我了解，安子 C。好，冇問題。嘅下禮拜再見了哈。好，前面時間見。好，冇問題。東西會帶到。好。跟住啲公車站邊內哈。應該就是下半。好，請你到。好，大家一起。好，安子 C。生意都會好。